来讲社会新闻，英国恋爱诈骗是骗你去汇钱，即马是骗你去领钱。云林的警方破一个真罕见的用阿送做车手的犯罪集团。一个35岁，这个嫌犯姓赵，以暧昧情感的话术，加上讲每一天头一笔提钱者、领钱者，会使抽3000块，这款的代价，这个控制死的差不多是60岁阿送领这个诈骗所得到这个款项，警方出动这个霹雳手组去抓人。 无论讲是这个主嫌犯也好，还是这个女车手也好，面对警方的抓时，拢走袂去。小放另外一只，快点啦！霹雳小组前往嫌犯伫北港的村口被抓人，对查诈骗关头。警方这个抓到六个车手，锁定35岁姓赵的查甫人，查出一个涉嫌操控4个大概60岁女性组成车手集团。 所以，成立这个姓赵的查甫人，甲压制扣起来。所六个一路跟踪，才对提款机领到钱的女车手，甲伊逮捕。先做。对啊。你刚才有没有领钱？而且你刚刚领多少？啊，现在叫你拿去哪里放？啊，卡片呢？你的吗？这边全部都是哦。我们这边都回去再点。女车手看到警方，阁想要选，也毋过走无成。伊的卡包内底全部拢是都领出来诈骗的款项。警方调查。 姓赵的查甫人是以暧昧的话术，大概拢以牵手称呼被害人，而且佮用逐工头一笔提款会使抽新台票3000块甲因成，骗这些查甫人斗相共领钱。以年轻人为主，该肇事犯嫌吸收这一些大妈级的车手应该是要规避我们警方的查缉，那也避免引起民众的这个怀疑。 因为恋爱的诈骗手法是叫做缘投我兄，或者是用话术，互被害人甘愿汇钱。即卖更加进一步骗被害人去领钱。这些个女车手委员会拢挺好做姓赵嫌犯的老母，也毋过嫌犯唔怕别趁钱，佮用话术甲金钱甲因操控。 警方依照早起甲洗钱防治法将因移送，而且扩大调查犯罪集团等会有的组织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